Hello，今集又係講一啲手提遊戲機，睇個畫面都見到啦。有時一啲懷舊遊戲真係越玩越有味道啊！不過今集主要係 update 一啲大家觀眾想知嘅嘢，例如之前成日都話啦，個個都話想玩《金庸群俠傳》，撳唔到個 Y 掣喎，點算啊？今集我都話埋俾你聽。我仲問店家借咗呢部 RP5啊，真係好細部啊，個機能都絕對唔渣㗎喎。畫面呢隻係 PS2 版嘅 God of War 啊，都真係幾快幾順啊。同埋打機有時真係雙打又好玩好多嘅。今集我就會教下大家用小馬模擬器點樣連線去玩啊。雖然我就自己喺屋企試，但係我相信呢個方法，你喺你屋企，我喺我屋企都可以連線玩到。亦都補充一下啦，而家呢啲新式嘅機款行 Android 嘅話呢，仲可以做一個遠端處理，連接你部 PS5 或者你嘅電腦 Steam 啊，直情可以玩埋一啲 3A 嘅大作，一樣咁順啊！再一次教大家點樣嚟先。華強北站嘅 D1 出口，賽格通訊市場嘅康樂大廈上一層，咁我哋就去到我成日介紹嗰間遊戲機店鋪。大家認住呢條路啦，千祈唔好行錯。呢一間店鋪絕對係華強北嚟講擺放嘅遊戲機數量最多嘅店鋪。月鵬科技工廠直營店啊！店鋪除咗手提遊戲機之外，仲有呢一啲街機種類。而店鋪入邊，無論係幾百蚊嘅遊戲機，去到3000幾蚊嘅機款都好啦，全部擺晒出嚟俾你任玩任試啊！簡單嚟講，關於遊戲機種類嘅產品，呢間店鋪都有得賣噶啦。咁多個機款入邊，當然最熱賣嘅就有眼前呢一款叫做 RP5啊，價錢就2050蚊就包一張512G 卡噶啦。機身夠晒細啊，仲可以順玩到 PS2 或以下嘅遊戲。第二好賣嘅當然就係奧丁2啦，價錢再高多少少，2600蚊，但係佢就可以順玩埋呢個任天堂嘅 S 遊戲。而最勁嘅機款當然係我上一集介紹嗰部奧丁2 Portal 啊，直情靚過我本身部 Switch 啊。標配版就3000蚊，都係包一張512G卡。呢部唔止順之餘啊，仲要個 mon 超級巨大啊！而大家喺睿鵬科技買嘅所有 Android 機款，全部都預載天馬系統，入邊超過15個以上嘅模擬器，3-4萬隻 game 喺晒入邊噶啦，包保你玩都玩唔晒啊！畫面又靚，有清楚圖示，仲有短片顯示而家呢隻 game 入邊係點樣玩添。簡單嚟講，一步到位，就咁買咗返去，你就有排玩啦。再加埋上集我有介紹嘅一個小馬模擬器，就算呢度入邊包嘅 game 冇啊，你都可以簡單輕鬆下載得返。而睿鵬科技除咗呢啲高階嘅 Android 機之外，仲有好多形形色色幾百蚊都有交易嘅唔同掌機，大家只要過到嚟啊，梗有一部啱你心水啊！唔同形式嘅外形又好，功能高低又好，正方形 mon 嘅款式都好，呢度一樣都有。有啲仲要上一兩代嘅 Android 機款，而家嘅賣價有啲部分已經都係1000蚊以內。而店鋪除咗街機，仲有呢一啲 Joystick 手掣嘅遊戲機，直接簡單 HDMI 駁落電視就可以喺電視玩到一啲街機嘅遊戲。例如眼前呢一啲 Final Fight 咋，或者 KOF 即係拳王9798嗰類一樣有齊啊。片段呢一部就係 RP5 Virtual Pocket 5啊。咁我當然就唔會買咁多機啦。呢一部呢就問店家借嘅，因為始終呢一個價錢嘅機款大家比較中意啊。對上嗰一集奧丁2 Portal 太多迴響啦，大家都覺得太貴。不過大家有唔同嘅喜好啫。咁呢一集介紹翻呢部 RP5 呢，價錢就比較中等少少，2050蚊就已經包埋一張512嘅記憶卡，亦都包晒所有遊戲噶啦。咁我攞到上手呢，呢部機其實真係好細部，非常之方便啊。遊戲就唔介紹住啦，我哋介紹下我之前冇講過嘅功能先。其實 Android 嘅呢啲智能掌機處理器夠快，而你屋企只要有一個好穩定嘅 WiFi，就可以下載一個叫做 Steam Link，
連接你屋企嗰部電腦啊，只要你部電腦玩到啲 Steam 嘅遊戲，咁呢部機就可以遙控玩得到噶啦。講明先，我而家部電腦呢係大約4-5年前行 i5 嘅 gaming 機嚟嘅，而示範緊呢一隻呢係 Brawlhalla 3嘅 remake 版，但係我唔係裝落部電腦入邊嘅，我而家只係插住一個 hard disk， 直接透過讀呢個 hard disk 入邊嗰隻 game 直接玩嘅。冇錯啦，呢啲就係我之前所講嘅綠色版遊戲啦，我淘寶自己淘翻嚟嘅。但係呢啲遊戲其實都可以加入你個 Steam 入邊，咁你就可以透過呢啲 Steam Link 呢個 app， 你 Android 嘅手機又好，呢啲掌機又好，就可以連接落去。咁你可以瞓喺屋企玩又得，去廁所玩又得，唔一定要喺電腦上面玩啦。我特登就影埋個掌機同埋電腦嘅畫面嘅，大家就可以睇到個同步效果啦。基本上都冇乜延遲噶啦，0.5秒左右啦，應該1秒都冇啊。咁因為我本身部電腦呢，因為剪得太多片嘅關係呢，容量唔係好夠，其實我好少再喺電腦上面打機噶啦，所以我就透過呢個 hard disk 嘅方法去示範俾大家睇。咁我講講我屋企個 WiFi 情況先。其實我屋企嘅寬頻呢，只係得100 Mbps 嘅啫，因為想貴啲、快啲都冇啊。所以如果我100 Mbps 嘅 WiFi 都撈得咁順嘅時候，大家屋企正常嘅寬頻呢，就一定穩定過我噶啦。而大家記住喎，畫面呢一部只係 RP5 啫，即係行 Snapdragon 865嘅處理器。如果你係嗰部奧丁2嘅 Portal，嗰部行緊8 Gen 2嘅處理器呢，一定更加快、更加穩定嘅。咁呢一隻係 Brawlhalla 3嘅 remake 版，咁基本上都唔係啲好渣嘅遊戲啊，都係啲3A 大作嚟噶啦。大家可以睇到佢個畫面啊，相對比較順嘅。不過我自己其實都冇乜玩過啊，所以都喺個開頭度啫。大致上我就錄咗分零2分鐘，整體嚟講我就覺得同電腦玩又好似冇乜分別。雖然就冇敵人啊呢個畫面，但係整體嚟講都好暢順嘅。咁我另外仲有一隻叫 Dead Rising 2嘅，其實個畫面都好順嘅。不過我唔知點解我買翻嚟呢個版本呢，佢係用滑鼠同鍵盤玩嘅，真係好奇怪啊！所以我就算連接咗佢呢，我都玩唔到嘅。咁但係大家睇個畫面都見到啦，非常之順暢嘅。再落去示範呢，就係 Dead Rising 嘅4啊，咁呢隻就食 RAM 食得好多啦。本身我部電腦因為都撈得唔係太順啊，所以連接方面呢就好似有啲遲疑咁樣。但係大家又記住喎，而家我撈緊呢隻 game 係直接連住個 hard disk 去玩咋。如果大家真係喺 Steam 買咗呢隻 game 呢，一定暢順好多嘅。咁如果用呢個 Steam Link 呢，就絕對冇問題啦。而另外好多人都問噶啦，其實而家呢喺月鵬科技買嘅遊戲掌機呢，只要行 Android，佢就會跟埋一個叫做小馬模擬器啊，而大家喺入邊呢，就可以下載到你想玩嘅遊戲，好多已經括弧住呢有聯網2個字噶。而你開個遊戲嘅時候呢，你可以揀呢個叫做區域網啊，只要開咗出嚟之後，咁一部機就可以創建一個房間，跟住佢就會有個 IP 俾你噶啦。咁另外第2步就可以加入房間，入翻佢顯示嗰個 IP， 咁2部機就係咁簡單，已經可以聯到網噶啦。提多一提，呢一個方法大家都一定要用小馬模擬器入邊嘅遊戲先可以嘅。咁眼前見到啦，加入咗房間啦，咁2批嗰個遊戲機呢就可以撳準備，咁1批呢就可以撳開始噶啦。咁而家就示範下吞食天地呢一隻遊戲啦。雖然我而家喺同一個 WiFi 底下，但係我覺得因為呢一個係用 IP 嘅關係，其實應該你喺你屋企，我喺我屋企，只要入翻啱個 IP 呢，一樣可以連線玩嘅。同埋大家都見到啦，其實2部機個機種係唔同噶，因為佢都係用小馬模擬器咋，所以我覺得一部係用呢啲開源掌機，第2部就算你係用手提電話，都係有小馬模擬器啊，咁就可以連線玩得到噶啦。咁大家有多個功能，就可以對呢啲開源掌機就可以更加放心，可以買翻屋企玩啦。你都唔好話，有時約翻2個 friend 一齊玩下吞食天地，真係隨時玩你成晚都得啊。
除咗吞食天地呢啲街機遊戲之外，當然都可以玩下 King of Fighter 呢一啲格鬥類嘅遊戲啦。大家亦都可以望到啦，基本上個畫面係完全同步嘅，真係一啲分別都冇啊！希望今集呢一啲內容，大家知道呢樣嘢係點樣可以做得到，同埋大家自己試下啦。今集所講嘅內容全部都係我公仔頭自己試翻嚟嘅，基本上可能店家都未必有我咁熟悉啊，所以大家自己試下自己玩下啦。店家都未必一定答到你呢一啲問題噶，就唔好怪個店家啦。另外呢一部係 RP5 啊嘛，頭先所講就唔係嗰部奧丁2嘅 Portal。咁2050蚊嘅呢部機，究竟個處理器夠唔夠勁，玩唔玩得晒啲遊戲呢？呢部機除咗 Switch 係玩唔到之外， PS2 打落嘅所有遊戲基本上都暢玩噶啦。眼前呢一隻係 God of War PS2 版，仲要係第2集嚟嘅。咁我撈咗佢成分幾2分鐘嘅開頭畫面，終於可以試到俾大家睇啦。大家可以睇到個畫面，我係完全冇 set 過任何嘢嘅。因為通常試玩一啲遊戲機咧，都係揾呢隻 game 噶，因為佢最食 RAM 啊。咁整體嚟講，個流暢度係非常之 OK 嘅，基本上都冇乜分別，我就唔覺有窒啊各樣嘢嘅。大家睇個畫面就去評測一下啦，真係可以俾個放心大家啦。買 RP5 都好 ，PS2 如果你玩得到呢一隻遊戲，其實你咩 game 都應該暢順玩得到噶啦。咁希望有呢個真實示範，大家可以對呢啲開源獎機更加掌握多啲啊！而最後我都 update 多一樣嘢先，因為你喺呢度買嘅開源獎機，大家如果中意玩啲多史遊戲，即係金庸群俠傳呢一類嘅話呢，其實店鋪都可以幫你裝翻多史嘅呢一個模擬器嘅。但係大家玩到呢一隻金庸群俠傳嘅時候，個個都話喂 set 唔到喎個掣，點樣撳個 Y 掣啊？你要撳到個 Y 掣先至可以加入到人或者戰鬥噶嘛。其實大家係可以喺設定端口一控制嗰度，慢慢設定翻你個 keyboard 所有嘅掣噶，即係 set 翻上下左右 A 係乜嘢 ，B 係乜嘢 ，X 係乜嘢 ，Y 係乜嘢，自己慢慢逐個 set 翻就得噶啦。咁之後玩嘅時候，你就可以當翻佢係一個電腦形式，你就可以 set 翻個 Y 掣出嚟。咁你以後去玩嘅時候就唔使擔心撳唔到啦。我又要再講多次啦，呢一個方法都係我自家研究出嚟嘅，所以你問店家佢可能唔識嘅，你要自己再研究一下啦。因為開源獎機其實可以玩到嘅嘢、研究嘅嘢真係好多好多嘅，所以大家自己買得呢啲機呢，真係簡單研究一下 set up 呢啲嘢，其實好簡單嘅啫。而買得呢一類嘅開源獎機喺月鵬科技，全部都會幫你裝埋呢一個叫做天馬模擬器，佢已經包含咗超過15個以上嘅機種遊戲啊！右上角你就會見到某一個機種，就係佢入邊內置嘅 game。當然你買512GB或者1TB 嘅版本，入邊嘅遊戲係完全唔同嘅，而店家係不能夠幫你安裝獨立一隻你想玩嘅遊戲嘅。如果天馬模擬器入邊冇嘅，自己喺小馬模擬器入邊揾翻你想要嘅 game， 自己下載啦。咁如果呢一類嘅問題，大家問完店家又幫你唔到，都可以嘗試問下我嘅。之前都有個朋友仔問我話個飛機遊戲點樣打橫啊咁樣，不過我答咗佢係邊一隻遊戲邊個模擬器我先試到噶，咁但係佢又冇覆我喎。其實幫到手，而我有時間嘅話呢，我都唔介意幫大家試下再解答俾大家嘅。同埋關於呢一類遊戲機嘅頻道呢，我都幾推薦，都係軒少嗰個頻道。大家有興趣呢，都可以睇下佢頻道，學到好多遊戲機嘅知識噶。咁大家都知啦，我答大家問題其實又冇乜利益嘅，不過都係希望想大家玩到啲舊遊戲，大家開心下嘅啫。大家睇留言就知噶啦。其實拍得呢啲片呢，好多人挑機，仲要鬧翻我轉頭噶。仲有啊！如果大家只要喺月鵬科技買呢啲 Android 類型嘅掌機，仲要送埋呢啲 app 添啊！真係唔止打機咁簡單啊！除咗可以睇電視劇、睇 M 頻道嘅台，仲可以睇最新時代嘅電影。只要大家過嚟係月鵬科技買一啲 Android 款嘅機款呢，咁佢就會送埋呢啲 app 俾你噶啦。
就算有時攞出街啊，悶悶地想睇返場戲都可以啊。好，咁今段片雖然介紹嘅機種唔多，其實我出咗好多遍好多條月鵬科技嘅片噶，因為之前嗰啲機款其實我全部都有介紹晒噶。如果大家對呢啲開源獎機有興趣呢，慢慢睇翻之前啲片啦。今段片就去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多謝晒，拜拜。